正道題目是獻上感恩的心，請曾牧師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年恁過了好嗎？對年頭到年底，對春天到冬天，願上帝祝福咱。在今仔日咱到年底時，願耶和華賜福恁，願耶和華保護恁，願耶和華予伊的面的光照恁，施恩予恁，願耶和華歡喜的面來看恁，賞賜恁平安。咱做伙來祈禱，施恩滿滿的上帝，你的囝兒查某囝來敬拜你，在你的面前，願叫你一聲阿爸。天父上帝，願你的慈愛，予阮每一擺進入你的聖殿的時，阮心中就親像一個囡仔，都愛到佇阮爸爸媽媽的面前。至聖的天父上帝，願你施恩，也願你接納阮的感恩。今仔日禮拜，阮要佇你的面前行阮所許的願。每一年，阮攏有祈禱；每一年，阮攏為着新的出發，懇求主你的施恩甲幫助。到佇這個年底時，應該嘛是阮思考上帝你怎樣施恩惠，予阮一個新鮮的時刻。做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幫助阮準備心，因為後禮拜就是感恩節。我要佇你的面前來感謝你，對年頭到年底，對阮少年到即時，主阮要回顧，阮要思想，阮要算數上帝你講袂盡的恩惠。求天父上帝，予阮佇你的面前，知影阮着用什麼來回應上帝你的憐憫，你的祝福。做阮成做一個會曉感恩榮耀你的囝兒。阮佇今仔日用禮拜中間，阮較無上帝你用你的聖經甲聖事來幫助阮，予阮佇面對後禮拜的感恩節，阮會當知影，阮佇今年何等的福氣。願天父上帝你施恩賜福，予你的囝兒查某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阮會當領受上帝你聖神的充滿，予阮真做一個有福氣的人。阮佇你的面前同心祈禱，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名求，阿門。感恩節是一個什麼種的節期？其實感恩節是一個聖經的節期。有人想講，伊是一個美國人的節期，因為咱會想到感恩節就是吃火雞大餐。咱嘛會想到講，這個感恩節就是美國人因為因離開因的故鄉歐洲的所在，來到佇美國，佇伊個土地來開墾的時，因真濟辛苦。佇因初熟的果子收成了後，因所獻也定着，要互因所有的子子孫孫攏會記得，這是一個感恩的節期。所以認真講，感恩節不是禮拜天，感恩節是每一個11月的上個禮拜，迄個拜四。拜四是美國人親像咧過年夜飯同款，感恩節到聖誕節對因來講是一個足重要的節期。但是我要甲兄弟姊妹講，其實感恩節毋是美國人的節期，因為對舊約的聖經就講，你著用安尼奉獻做祭，因為你的奉獻就是榮耀上帝。所以感恩節是對舊約以色列人就開始，所以因獻初熟的果子。既然是頭生的初熟，毋是頭生的吼，頭一屆頭一水吼，頭一水的，無論是五穀，無論是精生，頭一水的，攏獻予上帝。所以我有看見咱的教會有一寡青年，因開始出社會了後，第一擺奉獻11奉獻。咱中間有真濟青年，因開始出社會，開始工作了後。因就有迄種主動，將因的頭一個月的開始，因就將11奉獻獻予上帝。必然是因為恁中間做父母的人有安尼咧做，所以恁的囡仔嘛會曉安尼做。
咱伫今仔日個禮拜，咱來到主的面前會記得，感恩節毋是加拿大的人，毋是美國人的感恩節。感恩節對聖經中間，伊就安尼講，恁着用初熟的土產來尊榮耶和華你的上帝。尊榮的意思就是，我將這個禮物代表我的心意，我用這個奉獻來榮耀上帝。毋是一個老人年金，毋是，因為咱的上帝無需要這個老人年金，但是上帝伊所愛，就是人對心中的一個回應甲感謝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逐年攏咧聽這個感恩節的這個教導，咱逐年攏咧過這個感恩節。啊，今年我無甲這個書記姐講，我要提早講感恩節的講道，我攏毋免甲這個書記姐交代，伊逐年的感恩節一定會有布置，吼，比如講有南瓜啦，有這果啊啦，有這稻草，吼，咱早期攏會對田裡掛一掛稻啊，來擺佇咱教會做，咱禮拜堂的布置。佇這個感恩的初熟的果子的節期，猶太人就養成一個感恩的節，特別佇這個箴言的中間，伊安尼講，伊講恁着用感謝做節，因為這個感謝就是歸榮光予天父上帝。願天父上帝會聽，也得到咱的回應。願咱佇今仔日個禮拜所有兄弟姊妹，奉獻毋是用濟錢少錢，奉獻是用你的心意。所以教會內底無因為你奉獻足濟，你就應該做教會的頭，毋是。所以聖經真清楚耶穌有講，伊看到一個婦人人安尼足歹勢，恁會記迄個故事無？伊將2個銀角獻佇迄個禮拜堂的中間。耶穌挑明佇眾人的中間講，這個人的奉獻贏過好掠人的奉獻。耶穌毋是挑明甲伊羞辱講，你較連安尼你就去獻，毋是。耶穌講，伊所獻的是伊的活命錢，伊所獻的是伊最懸的最深的心願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教會內底，咱愛看重什麼？看重一個真正，願你佇上帝的面前，當心起造這間教會，當心榮耀天父上帝。感謝上帝，咱的教會對疫情了後，咱的教會兄弟姊妹，咱的當心，恁的奉獻，無須對心中甲恁鼓勵，嘛願上帝紀念恁，因為聖經講。恁若照安尼，上帝要互恁的庫房充足。願天父上帝祝福咱，咱毋是咧甲上帝交換，摕小張的支票去換大張的支票，袂輸咧買股票共款。毋是，是對咱的心中甲上帝講：上帝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啊，你的嘛是我的。哇，安尼就足好康的啊！我的是少，上帝是多，那我的就是上帝的小事。那是上帝攏是我的，哇！安尼敢毋是大事嘛？願咱佇今仔日個禮拜，兄弟姊妹，聽聽箴言安尼講。伊講：你用財物金錢，用初熟的果子，甲你所出的土產，來尊榮你的耶和華。就安尼，你的庫房要充足，夠有剩。你相信這種的話是永遠會實現嗎？願天父上帝對咱施了伊的救恩。是了，伊的祝福，互咱正做天公仔囝。昨有4堂的聖經講座佇中間，我甲因分享講，咱的教會有查經班，咱做伙讀聖經，安怎對聖經內底看見上帝。我嘛佇因中間做見證講，我做牧師，對少年出世到今仔日，我毋捌親目睭看到上帝，我毋捌親目睭看到耶穌，但是佇聖經中間，我看到我的祖先、我的阿公、我的爸爸的上帝，嘛看到我家己的上帝。我佇一個所在甲因分享，上帝怎樣佇咱教會內底所做奇妙的事。兄弟姊妹，願咱的生命佇上帝的面前，成做一個耶和華以勒的教會，好嗎？願你成做一個耶和華以勒的基督徒，好嗎？願咱佇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講：上帝，我感謝你。
我捌甲恁講，幾禮拜前講一個民族，伊叫做本南族。恁會記得我甲恁講，迄個原住民因的言語中間無一字，恁會記得我講啥嗎？因的言語中間沒有感謝這個字，對吧？做人袂使安尼啦。但是迄個作者寫講，伊佇印尼的原住民叫做本南族，這個民族的中間。伊咧做田野調查，咧了解這個民族的語言甲伊的文化時，伊就直接講，啥那因的語言內底找無sen究，都寫這個字。但是佫較重要，伊咧講的毋是這個民族比較感恩，佫較重要，這個民族是一個分享的民族。咱也會記得這點，所以無說毋是甲因講，你毋免甲教會感謝，你毋免甲上帝感謝，毋是。伊最重要的是講，人有迄種的慷慨分享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。迄個民族伊最可貴的所在就是安尼。後來我靜靜一直咧想這句話，我才感覺講，上帝也毋是敢若印尼有啊，阮台灣的原住民攏嘛安尼啊。原住民吼，因若出外，無論去到佗一莊，去到啥物人因兜，因若中晝到，袂講歹勢，迄個主人就甲伊講，時間到啊，咱今來到遮就好。請你離開，我要食飯啊！原住民的文化，恁兜的灶骹就是我的灶骹，恁兜的冰箱就是我的冰箱，真正是安尼。所以，願天父上帝互咱會當返璞歸真。我相信起初上帝創造人中間，其實人甲人中間就是有這種。我若有一喙飯通食，你嘛有一喙飯通食。你是我的人客，你就是我的親人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今仔日。咱會當用感恩去看到上帝所做的事。今仔日個禮拜第一句請安，我問恁講，今年過得好嗎？兄弟姊妹，我知影咱中間有個人佇今年無一定一路攏平順。昨我佇真意外咧帶聖經講座中間有一個兄弟真感動，但是伊的感動是一個真有負面的情緒。因為佇伊的生活中間，伊感覺伊有做了無夠好的所在，嘛伊有感覺伊有拄到一寡親情中間的衝突，所以伊足激烈情緒化。佇伊的最後起來咧回應這個聖經的講座，但是有真多人佇背後用迄種安慰的眼神，回頭去看這個兄弟。我知影，當人若欠缺到欠缺平安的時陣，真侪身邊的基督徒攏會想要鬥相共。我看到迄個幫讚的眼神的中間，這個兄弟講完伊所有坐落了，真侪人其實甲我同款，攏想要用言語甲伊講，莫着急，佇人袂會，佇上帝凡事攏會。也即願恁平安，願恁明年更較好。願咱穩上加穩，力上加力。願咱的人生親像倒刺甘蔗，對少年甲年老。昨我甲伊分享講，詩篇的第一句話是啥？恁敢知？伊講無行歹人的道路，無坐侮慢的人的位。我講你是標準的基督徒，你足夠背聖經。因為詩篇第一句話真正中文的聖經是安尼寫，但是現在你敢會記得無？書法甲恁講。詩篇第一句話第一個字叫做阿夏，你會記無？我甲你分享講，阿夏囝，天父上帝囝就是啥？有福氣的人。所以聖經詩篇第一句話第一個字，真正就是有福氣的人啊！伊個結果放佇頭前，結局放佇頭前，有福氣的人，然後才開始講，恁着安怎才會當成做有福氣的人。我有一個朋友，我嘛甲恁講，伊叫做陳什麼人，伊是台灣足出名的台語文的一個作者，伊就是翻譯迄個宮崎駿的卡通影片，翻做台語的發音的，伊甲伊的太太阿仁啊，伊對我少年熟悉，後來有幾擺到今仔我攏有咧相撮，伊講我就是二林的阿夏啦，伊甲家己號一個筆名。因為二林人，伊家己號一個講做，我就是二林的阿夏。古早人咧講阿夏，就是好野人的囝，免做的吼。
免討趁就有通食。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予咱真濟伊手中的寶貝仔囝有福氣的人，好嗎？也願咱真濟會曉甲上帝講：阿爸，我感謝，我會當做你的囝，何德何能？我會當做你的囝，是我一生中間唔免選擇得到的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個禮拜，上帝將伊無法度形容的各種的好，也我是好，伊的主愛永遠佇地，伊的信實到萬世代。恁著愛記得詩篇100篇上尾啊節第5節，詩篇100篇100代表考試100分，是一個完美的。最後迄句話講：也我是好，伊的主愛永遠佇地，伊的信實到萬世代。兄弟姊妹，不但愛相信，愛提出來用，是毋是？信仰毋是摕來信的啊，信仰是摕來哇，摕來用來經歷着咱。也我若是好，伊的主啊，永遠佇地，伊的信心啊，到萬世代。那安尼，咱毋通由頭決面。你講無事無法度，代志拄着，咱甲上帝講：上帝，你的囝是查某囝，額頭懇求你。兄弟姊妹，願咱真濟一個享受上帝，伊甲咱三角地帶，伊佇咱中間，着感謝為着伊講袂盡的恩賜。哥林多後書9章15節，講袂盡的恩賜，算袂了，你着算，你着曉。今仔日個是聖詩第2首，兄弟姊妹，咱敢有咧算曉上帝有恩典？咱攏感覺這是應該，因為咱有做禮拜，所以上帝你袂使無祝福我。真多代志，咱感覺這是應該，我用禮拜換來。那安尼當期間，毋是更加得到更較濟的祝福，不來不去。咱做禮拜還佫無遐尼熱情呢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毋是安尼的上帝，上帝是聽人的祈禱，上帝是看人的內心的祈禱，上帝有憐憫，有慈愛。願咱佇今仔日個禮拜，咱醒起來，咱講我佇這個世間無用刺刺，不達的。我專心倚靠上帝。兄弟姊妹，願你經驗到這個上帝是真正你的幫助，是你的牧者，也是遙發伊力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，咱佇今仔日個禮拜，對咱心中無法度言語講袂出來，咱無法度表達咱對上帝的惡樂的心。咱屬靈的同工、屬靈的長輩、屬靈的牧者，攏會甲咱講，你就用方言禱告，因為有真濟人咧教導基督徒講，當你無法度祈禱的時陣，你就用方言禱告。都無法度祈禱，不要你用方言禱告。這毋是咧嘲笑方言禱告。方言禱告就是講，當人無法度用人家己的言語形容的時，上帝親自將伊的話充滿佇人的嘴。所以迄毋是學來，迄是上帝聖神，互人對內在伊的靈甲靈，互上帝的靈開始發出。一種的言語，我也會記得劉一鳴，伊佇病院手術的時，伊離開病房出來醒起來，麻醉了。伊爸爸問伊講：啊，你會驚無？我會記足清楚，劉老師咧甲我講起劉一鳴甲伊的對話。伊講咩？我佇內底，我嘛已經毋知人，但是耶穌來陪我，耶穌對我講話。所以伊袂驚。劉老師問伊講：啊，耶穌甲你講啥？劉一鳴甲伊講：伊講啥我聽無，但是我知影伊講啥。這句話真有深呢。伊講啥伊聽無，但是伊佫加知影講耶穌講啥。這就是保羅所講，用屬靈的話來解說屬靈的事。上帝聖神甲方言。就是上帝屬靈的言語佇咱的中間，親愛兄弟姊妹，用咱的心靈來對上帝講：主，我感謝學了你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帶，通過感恩的禮拜，今仔日的經文講：親愛兄弟，毋是經文，是金句。親愛兄弟，我肯定獻家己做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上帝所歡，是理所當然的，是上帝所歡喜的。
是聖潔的，是上帝所歡喜，是理所當然的。咱的牧師要跟恁分享，深深來想講，這句話到底是在講啥？當咱將家己獻予上帝的時，榮耀咱的上帝，咱甲上帝講，我毋是干那獻我落地內底的錢，我將我家己全心全意，我交佇主你的手中。主我是5塊餅2尾魚，咱定定安尼祈禱對無？主啊，我雖然真含慢，好親像5塊餅2尾魚，主，但是你若肯用我，主啊，我將5塊餅2尾魚擺佇你的手中。這就是獻做偌濟的意思。所以咱來聽，咱來想，今仔日的經文甲咱講什麼？咱先來想詩篇100篇，像這詩篇100篇足底，咱應該愛對頭讀到尾。所以請咱讀去了後對頭讀到尾。今仔日咱牧師請書記只有談2節，毋是偷工減料，嘛毋是驚講浪費時間。是為着要互咱會記得這段經文最大的高潮是人感謝上帝，然後伊將上帝的本性講甲足清楚。2句話，人會感謝上帝的心，甲上帝完全的本性。耶和華是好，伊的慈愛永遠佇咧，伊的信實到萬世代。所以大衛佇這個所在講，就用感謝，用稱謝入伊的門，就用學樂徛佇伊的院，就是伊的聖殿的至聖所。感謝伊，學了伊的名。要感謝今仔日2個姊妹，像少年的姊妹，帶敬拜讚美。頭一個詩歌其實因就是用一段聖經來帶咱做敬拜讚美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個佇地，伊的耶和華是好，伊的慈愛永遠佇地，伊的信實到萬世代。然後這你就將這個禮物放佇你的心內。耶和華是好，毋是叫做好康的。耶和華是好意思的，耶和華是所有一切的美善，以所有一切良善、一切美麗、一切尊貴，所有一切好，伊毋是干那叫做金錢的好、物質的好。耶和華嘛毋是干那一個好人，耶和華是一個良善、一切美妙的上帝，閣有伊的慈愛，願主的慈愛踮佇你的心。人心中若有慈愛，就無計較；人的心中若有慈愛，就無有迄種互人得罪的迄種的委屈。人的心中若有滿滿的疼，今仔日所吟的詩歌不離不棄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勝過對今仔所吟的詩歌，會當鼓勵咱知影講，我的阿爸天父是疼我到落尾的上帝，無有任何的事，無有任何的人會當計當。我做伊的囝兒的福氣，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咱明白。我要甲咱學習2個功課。第一個功課就是真心的禮拜。什麼是上帝會歡喜的禮拜？兄弟姊妹，你最少年做禮拜到今仔日，你敢學到迄個禮拜的美感，甲真正做禮拜的態度，甲精神？做禮拜毋是清清彩彩，有真濟人來做禮拜是一個習慣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做禮拜是不但神聖，閣再愛享受禮拜。歡喜用這個做祈禱。我記得早期我捌甲中級提醒講，毋好安尼祈禱。你講牧師，你甲中級提醒安怎？懇求天父上帝你的聖神來催逼阮的兄弟姊妹因的腳步，互因緊緊來到教會做禮拜。因為做禮拜師會徛佇講台頂管一看，一半以上兄弟也未來啊，愛着急啊！我甲伊背，講莫安尼祈禱啦，無愛來就莫來。祈禱互伊無來鬧屎，祈禱無來，互伊佇厝裡歹勢，牧師袂曉惡志啦。祈禱互伊無來，伊佇厝裡坐袂牢，伊就感覺講，今仔日我若無去教會，好親像我減食一頓青草，好親像我有啥物代志無做，這是我的失落。兄弟姊妹，什麼是上帝所歡喜的禮拜？
願上帝的聖神幫助咱，真做5禮拜的基督徒。5禮拜不是全年全勤啦，5禮拜的人就是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，用伊所有的感情來參加，甚至佇伊個人的時間來朝見上帝。不是講咱來到教會甲做禮拜。我咱聽保羅今仔所講一句話，伊講：親愛兄弟姊妹，我苦勸恁，因為上帝的憐憫，上帝愛我，甲恁提醒，有一份的祝福，有一個禮物，就是上帝所歡喜的禮拜。什麼叫做上帝所歡喜的禮拜？伊講：我勸恁獻家己做活祭，我勸恁家己的身軀做祭，是活的，是聖的。是上帝所歡喜的，這是恁心靈的服侍。心靈的服侍，佇和本中文的翻譯做理所當然的禮拜。真多人來做禮拜，攏感覺理所當然。我記早期我來，咱教會做禮拜，還閣有人穿襯帶來做禮拜。但是後來咱的教會就漸漸無閣再有人穿襯帶來做禮拜。是不是咱教會若有看到人咧穿天帶來做禮拜，咱會真委婉甲伊講：兄弟姊妹，你來做禮拜，莫穿天帶。咱教會早期有一個叫做張孝，玉燕姊妹的丈夫，伊是四川的人，就是咱所謂的老兵。伊甲於燕姐結婚了後，等我來的時陣，伊幾乎逐禮拜來做禮拜。伊來做禮拜的時陣，伊一定甲伊皮鞋切甲，親像咧做兵吼，做兵中間的服裝儀容，這個張孝弟兄一定甲伊的鞋仔切甲會發亮。伊做禮拜其實實在是聽無台語，我問伊講：啊，你聽有幾句？伊講牧師一半一半，但是伊逐禮拜恭敬來做禮拜。兄弟姊妹，你過去感覺安尼就交給理所當然的禮拜，牧師要甲咱解說什麼叫做理所當然的禮拜，理所當然的敬拜。第一是生命的禮拜，第二是聖潔的禮拜，第三是上帝所歡喜的禮拜。牧師免解說，恁好我想，恁就會當想到什麼叫做活命的禮拜。舊約的獻祭拄則牧師用迄個相片。五穀初收成，舊約的獻祭是獻物件，但是新約對耶穌基督開始，奉獻就是用生命。兄弟姊妹，人來無夠，心要閣愛來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兄弟姊妹，牧師今仔毋是甲咱責備，只不過就是提醒咱。上帝甲恁三個地咧，當我咧帶因做神聖讀經話，我相信是這姊妹應該是一個真資深的基督徒。伊佇最後咧回應 Q&A 時，伊問我講：牧師，你教阮這種默想的禱告、默想的讀經，啊，牧師，啊，我若佇默想的中間拄久要安怎？要安怎是你的代志，牧師靠我度。伊講牧師，你默想的時，我若拄久要安怎？我上帝要甲你拍腳床啦！你若真拄久，你就拄久嘛。楊牧師啊，你那講毋是誤導嘛？互伊更加以後會當合理化。兄弟姊妹，我甲伊講，如果你若讀聖經會拄久，啊，你發現你拄久，你個定心都來到這個聖經的中間，佮家己出聲對頭，佮讀一擺。因為基督教的默想、靈修的默想。不是胡思亂想，不是四大皆空。基督徒默想是用聖經、用上帝最中心的默想。所以當你若拄久，就是表示你已經困去啊，你已經無意識到你即擺甲上帝的交陪。但是其實你慢慢緊張，因為真濟靈修的咱的信仰的前輩。伊攏常常講，人佇夢中的中間，聖靈來造訪。因講真濟故事，
啊，彼個咱佇夢中看見天使，啊，彼個雅各佇個夢中看見天推，啊，撒母耳佇夢中聽到上帝的聲。因講人佇夢中的時，上帝聖神會對人講話。我毋是鼓勵恁做禮拜拄久，毋是。我嘛毋是講甲恁講 ，OK， 你佇讀聖經的時陣，若會拄久。當然，我笑笑啊講就是講，你若讀聖經會當好困，你就盡量啊。因為真濟人即馬歹困，暗時閣愛食安眠藥啊，也是愛小酌一杯才會困的。兄弟姊妹，咱無學互白解說聖經，但是得時不得時，咱的上帝攏是咱的幫助。所以今仔這段聖經中間，甲咱提醒，咱做禮拜愛安怎？愛有咱的靈魂來到遮，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。第二，要啉清氣的水，要用清氣的杯仔來啉。聖經講：人非守節心清，不能見主面。人無守節心清的人，袂通入上帝的禮拜堂。人若無真正分別為聖的人，人非聖潔，不能見主面。所以真正合理的禮拜，上帝所歡喜的禮拜，就是一個內面有清氣的心，有正直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佇今仔這個禮拜，這個感恩節，求上帝甲你講話，什麼是我所歡喜的？連人記得真濟聖經讚，伊講傷濟我無愛，恁的記這聖經，哇，安尼上好，我就免奉獻啊嘛。我敢出一個嘴，出一個心安就好啊，較有遮簡單。毋是，出心比出手更較困難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享受禮拜，好不好？享受禮拜。在這個所在講是神靈的服事，這個意思聖經中文翻譯做合理的禮拜，合理的服事。這個原文的意思就是下佇上帝話語教示的禮拜。啊，伊的英語改翻做 reasonable，reasonable 就是合情合理啦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若施恩予咱，咱要安怎做？你感覺安怎是合情合理？上帝若施恩，咱無感恩，有合情合理無？兄弟姊妹，我毋免甲恁教，恁攏會知。咱若了解聖經了後，咱就知影咱安怎做，因為咱毋是機器人。所以講，咱佇今仔日個禮拜，兄弟姊妹，咱聽到上帝聖神甲你講，拄則牧師甲你講，上帝所喜悅的敬拜是理所當然的敬拜。這個字叫做 logos， 這個字甲 logos 上帝話同款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伊嘛會當翻做 reasonable 理所當然的。咱的理愛下佇聖經的理。因為人攏有一片道理，人常常冤家，因為人的理無共款。拄則我講迄個兄弟，伊真艱苦心，佇昨徛起來問迄個問題，講牧師我要安怎做？因為佇伊家庭中間，為着將真少的事，就是伊的孫仔食飯的代志。啊，伊佇食飯前，摕一個物件互因孫仔食，因查某囝大聲甲伊講：伊都要食飯啊！你莫安尼啦！我相信以前就是伊定定攏偷偷揜餅乾，佇食飯前互因囝食啦。啊，因查某囝開始擋袂掉，講啊，等下就食袂落。啊，伊甲我講，牧師，你評評理啦。啊，食一喙有遐嚴重嗎？兄弟姊妹，理所當然，每一個人都有一片道理。如果有愛，做到小事。我毋是講伊老爸甲查某囝不相愛，人常常是愛到客俗，客俗台灣話恁聽有無？沒有距離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愛得以完全，毋是愛到客俗，愛到理所當然，有照上帝伊的心意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今仔日禮拜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對今仔日開始，咱甲上帝講：上帝，我要全然屬你，我要一生為你來活，我要將我家己獻予你。教會有事，就是我有事。即賣全世界上行的一句話，就是台灣有事，
日本有事，台灣有事，美國有事。今天就大家講，教會有事，我就有事。兄弟姊妹，願咱用這種的心來參與上帝伊聖潔的禮拜。咱甲上帝結連做伙，咱求天父上帝伊的聖神，互咱巧氣。雖然這個話邏輯可是有當時英語該翻譯 reasonable， 你感覺 reasonable 不一定是 reasonable。這句安怎講？你感覺合情合理，不一定合情合理。願天父上帝將真理放在咱的內心，互咱正做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有上帝聖神甲咱三個對地，咱有能力通做判斷的基督徒。第二，我要問兄弟姊妹，不是問恁，我要互咱一個家庭作業。今仔日倒去了後，後禮拜咱有感恩節。後禮拜牧師的講道無要擱再講感恩的信息。後禮拜牧師要講待降節，因為當年也算這個感恩節甲待降節攏多同日，所以後禮拜牧師提早講感恩的信息。後禮拜牧師要甲恁講，留出一顆心，留一個空間，來讓耶穌基督進入到你的生命。但這禮拜的功課，咱來問講，我要用什麼種來回應我的上帝？兄弟姊妹，願上帝跟你講，願上帝跟你講，讓你知影，咱要安怎回應上帝聽。理所當然，真濟時陣囡仔若摕物件倒來，爸爸就甲伊講：恁倒來就好啦，唔免擱安尼買東買西啦。恁的這句話什麼意思？爸爸媽媽不喜歡你帶回來的當勞嗎？爸爸媽媽不喜歡你帶個3000、5000，甲伊講爸爸媽媽，這個你家己有需要，你家己買東買西。其實一句話背後是爸爸媽媽的表現，他看到你比什麼都開心快樂，敢不是？人都安尼啊，上帝敢無安尼？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伊的面前，什麼種的力量改變一個囡仔？這故事我無好再講。阿嬤7歲就互上帝揀選，什麼都唔捌的一個囡仔，後來一生做真水的事。這對阿嬤佇台灣做足大的代志，這才總會順利連。因結婚蜜月旅行，就是對美國要來台灣做宣教師的就職典禮。所以孫雅各牧師甲孫利蓮因佇這個坐船來到對日本要轉來台灣，因佇路中因攏做伙祈禱誓約，伊講求上帝帶咱到最需要、最有需要的地方，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。真偉大的牧師，甲真偉大的牧師娘，牧師娘比牧師較偉大。歹勢我安尼講。對孫雅各牧師無禮貌，孫雅各牧師做台神的院長，因死了帶佇台神禮拜堂的邊啊。但孫雅各牧師娘，伊講我不愛做一個牧師娘，我要做一個牧師娘的宣教師。我要甲我的丈夫同款，伊做伊的，我做我的。那你姊妹孫利蓮牧師，孫利蓮這個師母。伊正做台灣最要緊的原住民的媽媽，真濟原住民的牧師攏是佇伊手中照顧大漢的。花蓮的洗衣所，花蓮的這個真濟這個兒童之家，真濟牧師細漢的時陣厝裡真善，爸母送去迄個所在，後來佇迄個所在大漢真濟囡仔後來獻身做護士、做牧師，兄弟姊妹。牧師甲恁講過一個故事，威廉波頓這個人，伊佇一生中間甲上帝誓約，活26歲，人講伊一事無成，生囝，但他活26歲，一事無成，不是一事無成。上帝看伊的生命，雖然世間人講伊一事無成，因為伊還未開始為主做工作，感染腦膜炎，死佇埃及。但是一生留這3句話，比伊講300篇的講道更加重要。
伊的媽媽佇伊成長過程頂懸，爸爸媽媽送伊一本聖經，伊佇聖經頭一句話寫，毫無保留。我將我的生命獻予這本聖經的上帝。伊佇伊的聖經的這個空白頂懸寫，我將我的生命獻為活祭，毫無保留 ，no reserve。第二，當伊開始讀大學的時陣，伊有一種足強烈的感覺，伊要做宣教師。後來，伊要申請去中國內地會，佇中國做宣教師。伊佇迄個備辦心的中間，伊佇大學，應該是先佇哈佛，然後去普林斯頓，伊讀兩間足出名的常春藤。佇伊咧讀的時陣，就展露出一個基督徒青年的迄個領袖的魅力。所以佇學校內底有足大的影響力。伊佇迄個時陣寫一句話講：永不回頭。因為當時迄陣的美國教會的青年，甲歐洲教會青年，有一種的口號 ：All shall go to all， 就是講上優秀的人應該為上帝去行到天邊海角。歐洲的文化是基督徒的價值觀念，毋是上優秀的去做醫生，上優秀的去做律師，上優秀的為上帝行到天邊海角。最後一句話，伊媽媽看到伊的時候來不及，因為媽媽本來是想講阮囝在佇遐受訓練，佇他鄉，我請遐旅遊來甲看一下，無拍算到半路就知影伊破病，去的時陣其實就是該辦後事，翻伊的聖經才看到最後一句話。我雖然26歲，還沒上戰場，我就死在戰場上。但是我毫無遺憾。聖經耶穌在十字架頂懸，是不是？伊講成了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看一項的代志的成就，唔是看多人少人，多錢少錢，大產業無產業，做大事起大建築物。上帝的眼光唔是咧看這，上帝看大教會。毋是用伊建築物會當坐偌濟人，伊做禮拜有偌濟人，然後有7個人完全無保留，佇上帝伊看伊就是一個完全的教會。也這毋通看輕咱家己。你講我漢慢，我無做咧啥？但是如果若親像這個人，上帝要佇你的頭殼頂懸，甲你看手講，盡忠閣好的囝兒，夠了。你成就了我交給你的使命，夠強。因為上帝看人的內心，伊知影迄個結局。求天父上帝將這個聖信更互咱。當上帝聖信啊踮佇咱的內底，你就知影上帝愛你做什麼。以弗所第1章17節到19節，兄弟，咱來讀這段聖經。這是今仔日的結論。求天父上帝聖信賞賜你智慧甲啟示。聖經17節安尼講，求咱的主耶穌基督的上帝，就是天頂榮耀的天父，將賞賜人智慧甲啟示的聖神賞賜互恁。阿們嘛？主啊，賞賜我智慧，啟示我通知行什麼路，做什麼事。這是真好的祈禱。保羅甲以弗所的祝福講，互恁真正知影上帝。也這教會組織查經講道做禮拜，目的就是要互咱佇上帝真理的中間來大漢，包括咱的囡仔，真正認捌上帝。擱落去，伊講上帝聖神開恁的目睭，開恁屬靈的目睭，毋是干那即個老花眼的，用要看無的老花眼的目睭。上帝賞賜咱一個目睭。會當真正知影上帝恩典，上帝祝福是啥物？互恁會當知影伊的恩典，也因為這個恩典，恁就知影講，我一生是無所遺憾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不但看到上帝的恩典，咱閣看到啥？咱閣看到上帝家己的榮光。拄則一開始，牧師佇開始要記得真情，有用。民數記的經文，甲恁祈禱講，願上帝的面看恁，
願上帝歡喜的面看恁，願上帝面光看恁，閣互恁好面色啦。猶太人有話講，伊歡喜的面來看咱，就是講你毋免驚，你來禮拜的時陣，上帝要用伊，互你看到伊好面相，互你看到伊對你的一個接納，看到你對伊的一個歡喜、溫柔、慈愛、鼓勵。猶太人真驚看到上帝，因為上帝真嚴格。但是後來因的祖先甲伊講，願上帝的面光照你。願上帝歡喜的面看你，阿們嘛。願咱一生看到上帝好目色，願咱一生看到上帝好面光，願咱一生坦然無驚嚇，佇上帝是阮做證，看到伊的榮耀。上帝祝福兄弟姊妹，願恁所聽的經文，恁真正享受。上帝當在極大無比的能力，恁就要知影。上帝若顯明伊的權能是何等的大，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甲咱三個基地，會記恁，為着今年感謝上帝，為着今年感謝上帝，上帝是阮互咱，咱要安怎回應伊？咱甲主講，主我知，我就是上好，佇你的面前。我要親像我主耶穌，伊用伊的生命釘佇十字架頂懸。耶穌毋是用死的生理獻予上帝，耶穌是用伊家己活的活命獻予上帝。耶穌是咱的主，咱來親像伊好無？咱做伙來祈禱。至尊至聖。滿滿主愛，主耶穌，願何德何能，佇阮的生命中領受你白白的疼痛。主耶穌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，我毋敢若受到今年阮的好光景，甲主你的祝福。阮想着阮怎樣佇阮一生中間，互你的疼惜。主耶穌佇這個感恩的節。阮佇你的面前，閣一擺甲你講，我回家了。主耶穌，我來到你的面前，你為我死，我要為你來活。這是真的，對今麥到永遠，奉你的聖名求，阿們。